来，我们最后这一章给各位大家报告。无常经，无常经都是佛讲的话呀。外面的一切事情，不管你是见到的、听到的、摸到的，各位啊，你所有这些外面的事情，装彩你是怎么去庄严呢、打扮呢、装扮它？各位，闲归坏，全部最后都要回归到坏掉了，不存在的。它是会毁灭的，它是会消失的。所以这个已经告诉你，外面的一切本来不管它怎么好看，看起来怎么漂亮，看着怎么庄严，最后还是回归到毁灭了。内生衰变亦同然呐。我们内部身体的内部会衰败，会变哦。它不可能永远都健康的，有时候都会非常虚弱啊，所以它会衰败下来。亦同然，也是一样的，有一天它一定不存在的，一定是对老化的，最后它就消失了。唯有圣法不灭亡，唯有这最殊胜的佛法，它不灭亡，它不会消失的。唯有这个东西。所以我们今天学佛，为什么才知道佛告诉我们的，能够超越生死，能够了断生死，能够跳出六道轮回，这个才是最殊胜的佛法，至高无上的大法它是不灭亡的，它不会消失的。各位，这个就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依靠。诸有智人应善察，所有一切有智慧的人，有善根的人，你有佛缘的人，应该要善加去体察、去了解、去观察，仔细的利用你全部的精神，要专注，好好去了解。了解什么？此老病死皆共显呐。我们人活在世间，会老，会病，最后死，大家都很讨厌。怎么会老呢？老不方便啊，病啊，躺在床铺上，行动不自由。对不对？你看每天在那边呻吟哀嚎，哎呀，不方便。死那更不要讲了，生离死别，各位那种依依难舍啊，我们切不断，割不离。你看这种情况，大家都共同很嫌弃，我不要啦，我不要老，我不要病，我不要死。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是形以丑恶极可厌呐。外表那些有时候是长得很丑，有的那个脸相或者心态上都很恶毒，这种觉得很讨厌的，不愿意跟这种人在一起。长得不好看，不愿意去接触。他的心态上不健康，有邪知邪见，我们也不愿意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很讨厌。但是少年容貌暂时住吧。你年少的时候，年纪还小的时候，你看白胖胖的脸呐，很春风，看起来很好看，容貌非常好，很庄严。但是这暂时住哦，留在你身上的这个情况是短暂的哦，不可能永久的哦。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，外在不管你觉得很丑恶，但是你少年的容貌也是暂时给你短暂的拥有，你想要永久不变是不可能的。不久闲兮见孤累呀，各位，他会开始衰败，非常稀弱。各位，你看没有多久的将来，全部你看到的都会枯萎掉，会衰败下来。各位，你看这些东西，佛在无常经里面讲得这么清楚，所以世间讲起来都是虚假的，对不对？都是假的呀，哪样是真的？如果你一旦起了贪的念头，师父就告诉你，你违背了佛跟你讲的道理，你不清不楚，你是一个知见上有偏差的人，一直想拥有它，一直想占有它，你想要去怎么霸占它？各位，但是到最后，一切都不是你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假象，它是会变的，没有办法固定永久的存在。所以无常经很重要的告诉我们大家，如果这个道理你懂，我们来学佛的人啊，就看得开啦，放得下啦。各位，不要计较啦，我不要跟你冲突啦，我没有必要跟你报复啦，没有必要。为什么？都是假的啊。我们来这个世间就叫锻炼，利用这种逆境啊，不好的、没有顺心顺愿的这一种外在的事情，
来锻炼你的心性。我不受影响，我不动摇，我不会受它诱惑。我的心很如如不动啊，清净光明啊，无挂无碍。无常经就是告诉你这一点。佛今天为什么成佛？因为他不气、不怨、不恼啊，不贪、不争、不求啊。所以他的心性上永远保持清净光明。所以你看人家成佛，我们呢为什么不能成佛？我们呢贪求太多，计较太多，对外在得失心太重，恩怨心太强，我们的欲望没有停止，所以我们的心一直在那边起伏啊，在那边波动啊。所以各位，你看无常经就告诉你这些话，听明白没有啊？好，今天非常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